你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創世記24章1至4節，10至12節。亞伯拉罕年紀老邁，耶和華在一切事上都賜福給他。亞伯拉罕對他家中管理他一切產業最老的僕人說：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華天和地的神起誓，不要為我兒子娶我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女子為妻，你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，為我的兒子以撒娶妻。那僕人從他主人的駱駝中取了10匹駱駝，他手中也帶着他主人各樣的貴重物品離開，起身往美索不達米亞去。到了拿鶴的城，傍晚時，眾女子出來打水，他就讓駱駝跪在城外的水井旁。他說：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給我的主人亞伯拉罕，讓我今日就遇見吧。有一個關於生命見證嘅小故事，發生喺一個禁止基督教嘅國家裏面。有一個女仔叫阿米娜，佢信咗主之後好熱心，好想同佢哥哥分享福音，點知就俾哥哥好嚴厲咁拒絕咗。之後佢哥哥患有好嚴重嘅肺病，一個人住喺漆黑嘅病房裏面，辛苦到連呼吸都覺得想斷氣咁。嗰陣時佢哥哥嘅心入邊其實仲未準備好承認耶穌，甚至乎唔敢大聲叫耶穌呢兩個字，因為佢好驚俾人聽到。但係哥哥就諗起佢妹妹阿瑪娜嘅改變，於是佢就心入邊喊咗一句：阿瑪娜嘅上帝，求你而家就嚟幫助我。就喺嗰一刻，佢呼吸順暢翻晒。原來死氣沉沉嘅病房明明冇開燈，但突然之間就有翻晒光，好似啲燈着晒咁。由嗰日開始，阿米娜哥哥嘅人生完全唔同晒，佢踏上咗信主嘅路。阿米娜哥哥呼叫嘅時候講到阿米娜嘅上帝，呢一句說話總係會令我哋諗起創世記24章亞伯拉罕嘅老僕人去幫以撒揾老婆嘅事跡。喺創世記24章12節講到，他說：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求你施恩給我主人亞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見好機會。喺經文當中，老僕人都係呼叫上帝為亞伯拉罕嘅上帝。點解呢？因為佢親眼見到上帝點樣帶領亞伯拉罕。第一，佢睇到上帝嘅應許，喺創世記12章2節講到，上帝曾對亞伯拉罕講：我必叫你成為大國，我必賜福給你，叫你的名為大，你也要叫別人得福。第二，佢睇到上帝嘅信實，喺創世記15章5節講到，雖然等咗好耐，但係上帝重申：你向天觀看，數算眾星，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第三，佢睇到亞伯拉罕嘅回應，喺創世記15章6節講到，最緊要嘅嗰一句：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。正因為老僕人見證亞伯拉罕嗰份真實嘅信心，所以老僕人喺關鍵時刻，喺創世記24章27、42、48節，佢可以好有把握嘅稱頌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。阿米娜同埋佢哥哥同埋老僕人見證亞伯拉罕呢兩個故事，都話俾我哋知，我哋點樣喺人面前活出呢份真實嘅信心，先至係最有力嘅見證。阿米娜嘅哥哥係透過妹妹嘅生命認識咗阿米娜嘅上帝，老僕人透過主人嘅信心認識亞伯拉罕嘅上帝。願亞伯拉罕同阿米娜嘅上帝同樣使用我哋嘅生命，吸引身邊嘅人都歸向佢，因為對獨一真神嘅誠實信靠，比千言萬語更加有說服力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聆聽我哋嘅禱告。你唔單止係亞伯拉罕同阿米娜嘅上帝，更加係我哋嘅上帝。求你透過我哋嘅生命去做工，等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，所做嘅每一個決定，都因着依靠你而可以反映出耶穌基督嘅光，以致我哋身邊嘅人喺我哋嘅身上唔單止睇到道理，更加係睇到我哋對你最真實嘅信靠，睇到你嘅真光。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
詩歌活出愛。